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解文说理，讲俗语说俗语，好朋友。国情啊，招你开讲几句啊，彰化地、各地头、各庄头的俗语。头一句咱来讲社头，社头什么款的事业上出名？俗语讲互咱听，有一句讲叫做剃头婆看面水，社头兄看大腿。原来有人讲上大腿，剃头婆咱知影这较土地的讲法。专门咧从事美发这方面行业的女性，若看到对方行过来，伊就会看人的面水，看人的头毛型。安尼我知，这职业的一种习惯性，无毋对。社头兄出装，毋则会讲啊，一直对人的大腿直前。这毋是咧讲消磨，毋是啦。因为社头出名就是做媒仔的事业，靠媒仔是媒仔，跟人大腿摇一下就知影讲，什么机台做出来，几针安怎样天，安怎样折的。所以毋才讲这是职业的习惯性。社头兄会看大腿，社头讲完，我来讲何美。何美就为老辈前辈者出名的人，姓姚，捌甲古前仔讲过。讲细汉的时阵伫庄头，常常听人老辈讲一句俗语话，讲无谣不成调，意思讲吼姓姚的某某是，那朝中文武百官中的干的，一品的、二品的、三品的，宰相卿一定有姓姚的，表示去到倒位就当会着姓姚的。结果这位前辈者讲伊出征。来到北部、南部安尼咧行，大家发觉讲姓姚的都有限哩。才知影这句俗语话是咱何美姓姚的即撮家己庄内咧讲流行的话，地方的俗语啦。若讲到彰化县，咱知影老辈一定会想到高显荣，所以彰化有另外一句话，有人讲有高价的户，无高价的厝，安怎样解说？即句若北部台北市遮人就讲啊，讲有永泰户，无永泰厝。原来啦，伫咧清朝时代。有一位姓林的事业家来到台湾开行号，号名叫做永泰行。林先生因后生为着纪念因老爸，即马家族啊趁到钱尔，专门请人对故乡运福山的、运乌心椒、运万南的庄啊，来到台北市来遮起一间大间的厝体，纪念家己的老爸，表示讲永泰行有趁到钱。搁有咱是安溪县的人，安甲永甲斗阵，变作起一间林安泰的厝。所以啊，地方人称我讲永泰厝是做足了有够豪华的啦。你虽然讲有永泰行的富裕，但是你无才调起出永泰厝遮尔水就对啊。这原来地方特殊的俗语话。